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真白痴，真的啦！来啊，不然来，既然大家都看我跟凯宾合体，来想看我跟凯宾一起跳八神摇，慢刷点跳啊想是他刚和你笑的。想看我们两位跳八神摇，刷想，没跳八神摇、哦，要确定呢。确定呢？哈明天又有人开始跳八神鸟了呢。啊，明仔载唔知有人学阮跳八神摇哦。哎，哦，我拄食饱呢，我拄食饱。啦，我还没加。我头拄有食一个便当。你食阮无食？恁咧直播你头头去食，阮无食着啊！恁咧直播咧买便当没？哎呀，干妹唔好啦。来，每一位朋友，来，大家晚上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啦。来，这边啦，目前270位，一个人再帮弟弟我再分享一次，可以吗？啊，这边啊，哦目前119位，来，来，每一个人来，再帮我分享一次。每一个人都先分享一次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来，目前就是将近，嘿啊，两米的300啦吼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恁先分享一下，迄人数安尼无300是要安怎跳啦，对吧？对啊，是迄人数无300，恁人数无200，靠背哦。宝弟是什么意思？开个玩笑就封锁我，叫他解释清楚。要解说啥什？么东西安？尼伊就是选民啊。谢龙舟讲你家己封锁啊，叫你甲解说有清楚啦。啊，伊嘛爱甲我解说，伊开什么玩笑？是上面是准的？来哭啊吗？ T 大你好哦，晚上好。哎呀，你跟他开了什么玩笑？你可以麻烦你再说一次吗？好不好？想要看双甲二帅香咖喱啊！来，来想改来，你先来一个来，你先来一个啦。哎呀，衫脱掉啊，衫先脱掉啊。来，各位晚上好，跳起来，好，等一下绝对跳起来。可是重点来了，无啦，来这边的朋友先破300人呐！我要跟您讲一件代志啦。哦，有时候哦，我们在这里做直播，台上跟台下我们是不一样的人。啊，很多人哦就会觉得说，啊，你那样安尼阿斯巴啦是安怎？有时候我跟你说啦，做网络生意，做网络的直播，阮就是必须爱较高调的。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恁听我讲的意思哦。阮私底下不是这种人就好啊。对啊。阮对得起阮家己就好啊。来第2点啦，我要跟恁讲啦。哦，有认识我的都知道，我们私底下跟人家讲话什么都是非常的客气啦。好啊，不要在那里哦。什么2486台？我说真的啦，你私底下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吧？你私底下有跟我见过面吃过饭吗？也没有吧？没有。嘿啊。啊，如果跟我们见过面、吃过饭的人，通常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对啦，咪讲哦，规工伫遐咧，我们不是活在网络上在那里嘴炮的人，网络是一个直播台，哦，我们只是开上来娱乐大家，啊，跳一个舞来，啊，有当时安尼衫脱掉伫遐跳舞，啊，8+9啊，肉刺青啊，啊，啊，你安尼哀的时候，恁到隔壁的时候，敢有惊到哈？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有时候就是做个节目效果啦，好不好？大家晚上好，各位大家晚上好。对没？说不定那个人才是真正的2486。对啊，所以我说真的，人不可貌相，不要因为长相的问题。我认真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？我讲想拍人，无啦，你这边做低哥的啊。靠背哦，你会晓开讲吗啦？我刚好像2486吗？对啊有像吗？我们有像吗？还是有一点点像。来，你们来留言啦，刚好像2486，我像吗？各位，我们像什么？我们有像吗？我们像吗？还好吧，你那条影好特别哦，那个是钢链，不是影哦。他在戴的是纯钢链，哎呀，新北男生本人超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对吧？没有啦，有真正跟我们见过面的人才会知道啊。哦啊，不要因为台上一个样子，你就断定我们是怎样的人。对啊，很多人在 YouTube 看到我之后，然后又来直播台，凯宾，我看你直播没有像那个 YouTube 这样呢，不像 YouTube 那上面这样，跟那2486啊呢。我跟你说啦，其实咱讲真的啦，咱咧卖物件、咧做生意的时候，爱有做生意的样。咧插场啊，若咧创啊，若咧伫遐咧，讲真咧做话题的时候嘛，有做话题的样子吧。
对吧？讲正经代志嘛是。你做啥生啥嘛？你咧 N8 典档的时阵有哦，你是一个歹人哦。哦，我即摆是歹人哦，我即摆咧 N8 典档哦，安尼有成嘛？有啊，有啊。有啊。你好，安尼敢有成？无成啊吧？反差太大嘛，对吧？就像真的8点档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们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电视剧来看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一直攻击各大直播台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来，好，来直播台有你弄个倒去啊！哦，好厉害哦！啊，怎么了吗？我跟你讲啊，阮直播无开的时阵，我嘛是好好啊，等下我食我的卤肉饭啊，我还是好好的过生活，我并不会因为我没开直播的时候，我今天没办法生活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无法度啦，哎呀，你唔免来这套啦，你知无？哎呀，好笑嘛，哦，对不对？主张格斗，是不是被直播耽误了演戏？也不是这样说啦，哎呀，直播耽误了演戏，这句话真的厉害。嘿嘛，不是安尼讲啦，哎呀，无啦，就是直播有直播的路哦，演戏、演艺圈他们有不一样的风格，对，演艺事业跟直播圈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啊，来啊，再来，真的是要跳舞呀，对啊，来啊，再一次。来，我再问一次，350位啦，我有你问啦。哦，2台的朋友，有想要看八神药无？想打想啊！有想要看无？来，想看打想看。可是我不会跳哦，我先说了哦，我不太会跳。我教你啊。哦，我跳的不好，不可以笑我。你若甲我笑的吼，尖甲我起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莫甲你喙天起来，我跟你讲，知无？知不知道？北屯路2段，什么北屯路2段叉叉叉号直播，好像有看到你，不知道有没有看错？之前你看唔到耶，我无伫北屯路，我无伫北屯路啦，哎呀，你可能看唔到呀。可以多人摇吗？保利龙，不然我们一起摇好不好？哎呀，懂了，哎呀各位懂了吗？哦，对啊原，来凯宾，没有啊，保利龙是，对啊，我要看凯宾开场。哦，凯宾也很久没开场，你知道吗？来啦，各位朋友，我过阵子开始回来开场，想要看开场的，打开场2个字。我忘记怎么开了呢，我也忘记了。要试试看吗？今天要试吗？给他们情况吗？你是要开场，还是要唱八声摇？先想好一个吧。我觉得哎呀，我足久无开场啊，先把神摇好啊。先八声摇。我开场已经没给你啊。开场了，我再个。我太久没有开场了，哎呀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开一下啦。哦，喜欢看我开场的打开场2个字好不好？哎呀，敢有人介意看我开场啊？开场洗版的。真的啊个？表演哦。哦。咱讲真的啦，好啦，无要紧，咱今天先把神摇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先把神摇啦。今天先双人咬啦。哎呀，哦，跳得不好不要笑哦。对啊，跳的不好不要笑哦。因为我也还在学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也有点久没跳了。这摆嘞，今摆啊，先烫啥？爱烫啥呀？爱烫啥？刚爱烫口。免，你要烫口吗？你要烫口嘛会使，我不爱烫口。哦。阿伯啊，巴西格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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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搞进步啊！格雷，巴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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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格雷，你有进步啊！个做北七的啊！我刚刚做北七的，我袂晓啊！安尼摇嘞！劲的啊，摇嘞啊！啊，你不要摇，我都袂晓咩？你有你的腰，你的腰嘞？我的腰啊，然后嘞，我跟你就不同，你看不协调啦！哇，你形象都无一样啊！哎，班长，走！我一跳了吧？哎，不行啊！你起来一个倒哎，跳。不行啊！你要继续跳。这个我像，那这个我
哦，原来是这样、啊。奶，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过来嘞。没啊，哎、欸，就是很智障的呢。等一下把，心狗嘞，把心很像智障嘞。把心狗嘞，把心为什么你可以那么自然？你就放松放轻松啊，把心狗嘞，把心狗累。把心狗嘞，好了啦，我不想跳啦，今天我不想跳，我跳起来很白痴啊。把心狗嘞，好了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跳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回去练练再来啦。人叫你练练的啦，练哦。谁？你给我练好。我没有练好吗？我不是跳舞的料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踢打他，踢打他。我给你两手，让我可以练。啊，来一样，每一位没有进来的，再给大家分享一次啊！右下角刷赞刷爱心都 OK 哦，随便你们刷好不好？啊，有分享的再刷一整百已分享。扭腰，不要，到底是安怎扭？你敢会晓？我嘛袂晓，试看卖见，你甲我讲见。你在想办法，伊安怎摇诶？动腰不动下半身。哎，顺前功以来啊！哦，这边八神摇人手用标的呢。你很奇怪。哦，这个会瘦吗？会，所以他腹肌就是这样来的。哦，这好酸哦。这里会酸对不对？这样是会这里会酸是正常的啊。对，啊，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？哦，刚刚做干扣哎。为啥看起来这么猥琐？要妩媚一点，要妩媚一点啊！他很厉害啊，他专门在跳的，我不会啊。哎呀，哦，好累哦。练一个跳啦。哎呀，哎，我说真的，来音乐站点点。我们改天叫那个杨显来跳好不好？没办法。哎呀，杨显你应该是要来调节啦。对啊，改天就是要叫那个杨显来。这个跳完啤酒就会消失。对，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是刚吃饱，我头多都吃一个便当尔。练我这个舞哈，我这个男生呐，哦啤酒肚会慢慢的消失。啊，怎么会主要是开始会出来了咬的部分怎么咬？其实摇的部分就只是哎往左前方，哎，然后退中间，再往右前方，再退中间，就这样加快。你试看看，起来无要紧，无叫你上镜啦。公狗腰，左前方，来左前，哎啊退，你的脚不要动啊！我干你娘，有没有在了？我脚一样是直的，有没有？手难啊啦，对啊，把心够累啦，哦，